昨透早3点外，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人倒伫一台奥多摆的边仔，规身躯拢是酒味。有民众就向警方来检举，讲伊啉酒骑车。也毋过，警方后来是无开单，就互这个查甫人离开。检举的民众是质疑讲警察放水，也毋过警察是强调讲，迄当时车烟瘾是冷的，所以无法度来证明讲伊有啉酒骑车。车有骑无？无骑，无骑。警方到场，男子讲话佫有一寡无清楚，但是一直强调家己无骑奥多摆。但是警方还未到进前，男子互民众看到坐伫巷仔口边仔佫有怀倒的奥多摆，民众闻到男子身上有酒味，怀疑对方酒后骑奥多摆，所以发现警方无开单，质疑警方是故意要放人。他这种情绪应该是有喝酒啦，骑车不能喝酒，已经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有人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要开。血过低、过高买的，不见得是有酒。男子佫有酒后骑奥多摆引发讨论，有民众认为警方应该开单处理，佫规家来看待有可能酒后塞车的行为，但有民众认为要有证据才会当开单。警方了解，该男子因是从一旁餐厅用餐后，自该地牵车而入岛，而同仁现场有触摸排气管的状态，确认是冷却的状态。警方表示，临近的监视器拄好歹去，毋过第一时间有去吸奥多摆，发现车辆底机内底无发动的状态。研判是男子牵车的时阵家己绊倒，认定对方无酒后骑奥多摆，因此无开单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